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许曼珍，欢迎收看南方特搜报。农委会与教育部携手合作，推出生生吃食班计划，让全国的国中、国小学生能在营养午餐中以加菜的方式吃到石斑鱼料理。而永康国小营养师黄琼嫣的东山柳丁石斑鱼创意料理，特别受到学生的喜爱。午餐时间一到，台南永康国小的学生排队取餐，3菜1汤的组合，营养有搭配，有蔬菜，有排骨，也有海鲜，丰富又美味的菜色，让孩子都吃得很开心。还不错，还不错。那口感如何？还蛮 Q 的，很 Q。那你以前喜欢吃鱼吗？酸酸又甜甜，对，好吃吗？好吃。但因为有不少的孩子不爱吃鱼，永康国小营养师王琼嫣特别发想制作一道大部分小朋友都会接受的口味——柳丁与石斑鱼的创意料理。酸酸甜甜的口感，加上 Q 弹鲜甜的鱼肉，希望能得到小朋友的青睐。一般小朋友呢都不喜欢吃鱼，其实呢鱼它还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像石斑鱼呢，它的脂肪含量就很低，然后蛋白质含量很高，而且鱼皮还有丰富的胶质。那我们今天的这一道石斑鱼料理呢，就是利用柳丁它天然酸甜的果香味，和石斑鱼它肉质鲜嫩有弹性的特色，两者来做一个完美的结合。就推出了这一道橙汁石斑鱼。那这一道橙汁石斑鱼呢，就是有酸甜的口感，而且又非常开胃的料理。台南东山柳丁加上国产优质石斑，变成酸甜好下饭的料理。永康国小校长洪国展表示，将想在地吃当季的理念落实在学校营养午餐当中，同时也配合国家支持国产农渔业政策。在地食材也是我们台南市政府一直在推动的食农教育里面推动一个很大的方向所以我们就结合我们现在东山盛产的柳丁，来加我们石斑鱼来做一个创意的一个石斑鱼料理。因为我们在思考鱼类的话，其实小朋友接受度也不高了所以我们希望是说用这一种创意料理来吸引小朋友愿意去尝试这种高经济的这种高价值的鱼种，这平常午餐时间也比较不容易出现的食材。那也所以说这一次其实也蛮特别的，那包括搭配我们现在的盛产的菱角，所以我们的菱角排骨汤也是当成今天的一个汤舀的部分。所以今天其实结合蛮多的一个在地食材在我们的学校的午餐食材里面，我们希望说孩子可以在学校营养午餐里面吃得好，也要吃得够营养。营养师的巧思，采用在地当季的水果入菜，除提升菜色变化以外，更能增进料理的风味，更配合到政府政策，推出特色营养的菜单，让师生吃得健康又安心。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秋天正是观赏台湾栾树的好时节。在高雄市区的民生路和民权路上，可以看到一整排的栾树，颜色非常丰富，为市区街道增添不同的色彩。来到民生路分隔岛上，种满台湾栾树，形成壮观的绿色隧道。民众在步道上散步，非常悠闲惬意。再抬头看看树梢，栾树正在开花，颜色多变，非常漂亮，还引来不少鸟儿在树上栖息。民众看到这样的美景，都觉得很幸福。它季节变化，那个叶子不同嘛，对，像现在是红色的对我们就住在这里每天感觉很幸福。仔细看看台湾栾树，在秋风的吹拂之下，原本浓绿的枝叶上开出金黄色的花序，结果时转成灯笼状的红色硕果，最后干枯成褐色而掉落，美成了4色树。黄色叶片下来的时候，真的很浪漫。对，而且心情会真的很舒服。在树荫下散步，真的是赏心悦目，然后又有鸟叫声。对，所以是一条很舒服的林荫大道。台湾栾树它所代表的一个花语的部分，大部分都是一个朝阳，一个很热情的一个花语的部分。这样的栾树美景，除了在市区的民生路、民权路可以看到之外，楠梓的新南路和桥头的桥新五路上也有这样缤纷的4色大道。台湾栾树是台湾特有的原生种植物，还名列世界10大名树之一。从高空或是从平面上来看，它非常的
漂亮，也非常的明显。所以在整个行道树里面，我们会整个要装点高雄市的景观，会去做种扶植我们台湾特有的原生种，增加它的色系，增加整个它的每一条道路有每一条道路的风味。由于台湾栾树树形优美会开花，可以说是行道树的首选。但是要欣赏台湾栾树的四色变化，可要把握时间。记者黄冠维、赖昌邦高雄报道。全台最热血的创意宋江阵头大赛即将于明年2月25日在高雄内门南海紫竹市登场，开放学校以外的团体报名参加，总奖金更提高到210万元。即日起至12月19日受理报名。全国创意宋江阵头大赛即将于明年2月25日在内门南海紫竹市登场。高雄市观光局为发扬传统宋江五阵招式及融入新世代创意元素，将开放学校以外团体也可报名，更将总奖金提高到210万元。睽违3年的疫情我们内门宋江阵在于明年2月25号会在南海紫竹市正式展开。那今年比较特别的是呢，我们将总奖金也提高到210万。那我们也希望全国各大专院校或者是武馆、武术的舞蹈社团等等，都可以组团来报名参加。那从即日起到12月19日报名截止。那我们希望是以武会友的方式呢，来共同同场较劲。那我们其实宋江阵从2001年就开始举办到现在，在透过对打武术结合的各种形态，然后也结合了戏剧、音乐等等，那也同时列为交通部我们12个节庆活动。结合传统宋江五阵招式及创意元素，运用宋江阵的排阵、对打、武术结合各种形态舞蹈、戏剧、音乐等精彩演出，加上内门在地中破塞道地的半桌料理、深度文史导览等，吸引游客来游玩。那也希望民众趁这个机会，可以来到高雄走走看看，也可以品尝内门最著名的半桌文化。那内门的半桌菜跟秋楼菜都是非常具有文化底蕴，那也是非常值得一试的秋楼菜，可以大家来品尝。那我们这次呢，第1名的奖金将高达80万，那第2名到第3名就分别为60万跟40万。那欢迎全国民众有兴趣的都可以组团来参赛。那也希望这段时间除了来这边看表演外呢，来这边品尝一下高雄的不一样的特色文化。观光局表示，这次比赛办法特别增加传统评审人数，并提高总奖金额度，希望能够号召各路好手过招，也希望民众来参观宋江正义比赛时，还可以品尝闻名海内外的内门半桌菜。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成大医院为解决传统转诊流程过久、延误偏乡重症患者治疗时间的问题，2020年首创跳岛计划，用创新的转诊模式，不放弃每一位患者。为让重大伤病患者在事故发生30分钟内可以很快得到急诊医师的评估，随后30分钟内安全送达医学中心治疗，成大医院率先全国推出创新的跳岛计划，也就是原救护车转诊的创新模式。成大医院急诊部医师邱博伟表示，为偏乡重大疾病的急救争取1分1秒，不放弃任何机会。跳岛计划基本上说穿了，它其实就是一个原车转诊的一个概念。那因为一般我们遇到重大创伤的时候，我们在转送过程中其实会非常的慌乱。那我们就有跳岛计划一个原车转诊，然后让地区医院的急诊医师、护理师和消防局的 EMTP 们一起合作，把病患做初步的稳定之后，用最短的时间把病人做后送，然后快速的送到医学中心。这大概是一个跳岛策略计划的一个核心思想，这样子。该跳岛计划在2020年7月实施至今，已经超过50位重大伤病患者受惠，其中43位在还有生命迹象转入加护病房接受照护，有22位成功出院持续复健。记者郭文吉、林银庚台南报道。秋冬要到哪里旅行呢？当然是到宝来不老温泉泡汤轻松一下。
高雄市观光局结合温泉业者，推出加码送促销办法，希望市民朋友在金泉奖、十全十美网络票选活动中支持宝来不老温泉。天气渐渐转凉，正是泡汤好季节。高雄市观光局邀请高雄乡亲，这回来参加由交通部观光局办理的2022到2023年台湾好汤温泉区金泉奖、十全十美奖网络票选活动，每人每日最多可投5票。奖项丰富，有 iPhone 14等总价超过10万的奖品。高雄市观光局再加码送 iPhone 手机以及机票，希望市民朋友踊跃参与，来力挺高雄在地的宝来不老温泉区。那这次中央的交通部观光局特别举办这个2022到2023的台湾金泉奖跟十全十美的网络温泉区的票选活动的话，其实也算是温泉界的奥斯卡的竞争的模式这样子。那全台湾的话，目前交通部观光局已经有盘整出大概是19个温泉区域的话来参加这一次的网络票选活动。那在我们高雄的话，唯一就是只有宝来的不老温泉区域的话有来做参赛。那所以说这边的话，我们高雄市观光局跟在地的六龟观光休闲协会这边的话的温泉业者，也大家合心协力的话，都是来针对这一次的活动，也有另外在做加码的部分。那除了说民众只要在交通部观光局的官网先加入他的粉丝专页之后，才可以取得投票的资格。那投票资格进去之后，就是希望说大家每天投1票，唯一支持高雄宝来不老温泉的部分的话，那中央部分他们提供的奖品是 iPhone 14的 Pro Max 的手机跟一些温泉券跟南投茶叶等等的奖品。那我们高雄市政府观光局跟六龟观光休闲业者的话，大家也是绞尽脑汁，就是资源整合的部分，我们也在另外加码了一支iPhone 14的手机跟高雄到离岛的机票，还有一些在六龟宝来不老温泉区跟宝来温泉区的一些相关的泡汤券等等的超值优惠好礼。那也希望说高雄市民或者是一些外县市的朋友到南部到高雄来泡汤的时候，可以边泡汤泡完之后再动动你的手指，滑一下手机，投个票，还能够抽大奖。从市区通往宝来不老温泉区的交通便利，南横开通后，更是陆续涌入游客泡个汤，欣赏山林之美。观光局也和当地温泉业者合作，只要民众加入台湾好汤官方 LINE 的账号，截图上传投票画面，也有机会抽到免费泡汤券，过个惬意放松、暖乎乎的冬天。目前的交通状况的话，就是蛮顺畅的，而且因为南横复通之后的话，其实在周末5、6日的时候，其实有相当多的游客涌入进去。那除了它原本的台27、28线、25线等等的交通路况的话，其实都还蛮顺畅的。然后之前的话，市府这边公务局跟交通部的公务总局那边的话，也针对133线道的话，也做了加强跟拓宽跟一些路面的维护的话，其实在整个的路况跟目前交通的使用品质上的话，其实都还蛮 OK 的。非常适合泡汤的秋冬季节，宝来不老温泉的水质，不论是手汤还是足汤，都会让人泡得心旷神怡。小就来去台湾好汤温泉区参加票选，相挺宝来不老温泉，放松心情，也可以等着领大奖。记者李嘉龙高雄采访报道。来到改造过的盐城第一公有市场，除了浓浓的怀旧风情与传统摊位外，居然也能够吃到南意式拿玻里披萨，口感不仅外酥内湿，而且还要搭配专门手势才能拿去。带您来了解。将发酵后的面团只靠双手展开成型，铺上馅料，再放进炉子烘烤。当饼皮与 cheese 受热膨胀并散发迷人香气后，就要趁热送到客人面前。而老板也贴心提醒，披萨拿取时的手势，才能尽情享用这外酥内湿的南意式风味。像这种我们做的南意的拿玻里的披萨，可以说是披萨的起点，因为最早开始就从那边开始。就是不能用擀面棍，南意的话就是全部都是要用手去塑形的，所以我们才可以做出边边蓬蓬的那样子，中间是薄薄的。它吃起来的时候就是要像这样夹起来拿，以防它料太多它会滑下去，因为它这种酱也比较湿，然后最后还会上初榨的橄榄油，所以它就是整个会稍微呈现比较有水的那种状态。饼皮是这种披萨灵魂，是因为我们是采用低温的发酵方式，所以我们必须要冷藏。最少要36个小时，就是整个让那个面团慢慢的发，不是很快的发起来，那里面的气孔才会分布的比较均匀，你吃起来的时候也会比较有一种嚼劲，会 QQ 的那种口感，尾韵会有一种麦香，会有那种小麦的香气这样子。所以如果说
吃这种方式的披萨，最后那一段没有吃到是很可惜的，因为最重要就是那一段。越是简单，越能品尝到餐点纯粹的美味。老板的披萨透过基底的番茄冷酱 cheese 搭配不同馅料，就能变化出各种丰富滋味。其中的综合 cheese 披萨就用了5种不同的 cheese， 层层堆叠出令人想一尝再尝的好味道。我们是用那个圣马扎洛的番茄去皮，整颗意大利进口那个番茄，然后把它打成泥。我们是做冷酱，我们也不加任何东西，就是原来的番茄泥。上面就是我们会放3种不同的马扎瑞拉起司，还有一种切达，然后最后再会磨那个帕达诺硬的起司上去，所以严格说起来应该是5种不同的起司。然后它就是会有一种层次的感觉，因为有的奶香比较浓，有的比较咸，有的有一点烟熏味，所以它会口感会不一样。然后最后再加上那个巴萨米口的醋膏，它就会有一点酸甜酸甜的，会把那个起司的香气更带出来。这样，喜欢重口味的朋友可以选择酸菜培根披萨，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老板做的披萨都不是荤的，透过调味让人感觉不到这是素食，会卖起蔬食披萨。老板想传达的概念就藏在他为披萨取了梵文的名字里面。酸菜培根这个也是我们很多客人喜欢吃的，我们用的是德国的酸菜，因为德国酸菜它的味道比较重一点。那有一些客人他想要吃肉，那我们就会推荐他吃这一款，因为我们用素的培根是全素的，然后我们用西班牙的甜椒粉，它有一点点烟熏的那个香气，那进去烤过以后，它那个香气会更明显，所以这个口味也是算一个蛮特别的，也是蛮多人喜欢，尤其是喜欢吃肉的人，他吃完如果你没有特别跟他说这是素，他其实吃不太出来这是素的。因为昨天经过看起来很好吃，所以今天就看完展览就过来吃。觉得很好吃，就吃荤的人也会想，就也会觉得很好吃的，跟荤的差不多，跟荤的吃起来蛮像的。那瑜伽这个意思，在梵文的词里面，它是连结的意思，就是连结。那我们希望就是吃进去身体里面的东西是植物性的饮食，然后不杀生，让我们原本的心灵跟这个好的食物有一个好的连结，这样。记者周辅庆、蔡怡文高雄报道。楠梓区红荣社区关怀据点有一堂劳作课，老师教长辈用2条不同颜色的打包袋编织成小鱼，长辈要用1手编，1手用剪刀剪，完成之后都觉得好有成就感。老师教长辈先用2条不同颜色的打包袋交叠在一起，变成鱼的嘴巴，接下来做出鱼的身体，做到鱼鳍和鱼尾巴的时候，还要用剪刀把太长的打包袋剪掉，做的过程都要用到手的力量。长辈们平时都有做手部运动，做起来都没有问题。剪头啊，这个力啊，慢慢啊撑嘞啊。有。要教那的。鱼的身体都做好了，老师再教长辈把鱼的眼睛粘上去，整只鱼就像活了起来一样。没有想到2条打包袋折一折就可以变成1只鱼。长辈说要多做几个给孙子玩，或摆在家里做装饰。这啊，摕在阮囡仔孙出头，啊，讲来这你办公室做19岁。19岁哦，到早啊，943。真的哦，看不出来呢。谢谢。志工的话，他们很热心的帮忙，他会怎么样去教导阿嬷，哪一个阿嬷比较熟练的，他的意思比较清楚，他的学习能力也比较好，会把他当成是一桌的桌长一样。楠梓区红荣社区关怀据点每周2天都会安排丰富有趣的动静态课程。里长表示，长辈们都很喜欢劳作课，将一些回收物做成可爱的小饰品，做起来又简单又漂亮，动动手动动脑，可以预防失能失智。做手工艺都很有兴趣，因为年纪大了都要学。里长办这个活动的话，也是促进老人家他的智能又比较好，手眼协调。这样子对他们比较不会退化。他们的同年层的一些长辈来闲聊啦，也话家常啦，也真的是很好一个地方哈。然后你看所看到的一些我们的劳作，都是他们这几年来所做的一个精心作品，不管好是坏，都是独一无二的。
洪荣里里长上任之后就积极筹办关怀据点，看到长辈来这里活动都很高兴，如果没有出现还会特别关心，希望长辈每次都能够来关怀据点，保持身体健康。记者黄冠维、赖昌邦高雄报道。高雄市立美术馆携手新媒体艺术家黄新建，共同推出大型特展 X 人称黄新建的元宇宙剧场，以多件斩获国际大奖的 VR 虚拟实境作品，引领观众进入艺术家既写实又超现实的虚实环境。X 人称特展完整呈现黄新建屡获国际奖肯定的 VR 系列作品，新媒体艺术家黄新建亲自到场分享投入 VR 创作的缘起。所以我在14岁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机缘，我是第一批就是接受兹里安哈角膜捐赠。那自此之后，其实我一直都觉得说，我的生命有一个不同的诠释，就是我看到这个世界，其实有一半的这个视野是从一个过世人的角膜看到的这样子。那同时的话呢，我也觉得说，其实我们的这个肉身，它其实是可以被分享的。高雄很早就发展 VR 体感科技，高雄的 VR 团队也多次和黄新建合作。副市长史哲表示，特展以 X 人称命名，呼应因为疫情人人戴上口罩，和躲在网络世界里一样，代表人人都有无限的想象。讲说，其实这2年的疫情啊，每一个人都躲在口罩后面，某种程度上我们都很虚拟实境啊，因为口罩，所以大家并不认得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除了在网络上是躲在荧幕的后面之外，我们在现实的社会里其实也躲在口罩的后面啊。所以在这个气氛底下，我们来体验这个 XR， 其实是最恰如其分，给我们一个相当大的反省。高雄市立美术馆在法人化之后，陆力转型，大胆放手策展，加强国际特展的强度和对在地艺术发展的关注。这一次邀请获得多项国际奖项的台湾艺术家黄新建合作，也是高美馆第一次以 VR、XR 为主题的大展。所以这个展览的，我说3大重要的面向这是第一次应该也是全国的美术馆首度尝试用 VR 结合 XR， 还有包括互动装置、雕塑，就是它即使没有去体验 VR， 它还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美术馆等级的展览。那同时我们又加进了有5支 VR 可以作为一个体验。这一次的特展也呼应 VR 突破身体界限的特性，规划有轮席次，让轮椅族也能够享有友善的观赏环境，发挥艺术无远弗届的力量。记者赖昌邦高雄报道。高雄图书通阅车队在高雄图书总馆列队排开，宣布正式起航。后续12部书车将持续执勤，把书籍带到高雄各个角落，让偏乡孩童也能够轻松借阅，让文化平权更加落实。12辆书车一字排开，车身全都披上了缤纷童趣的彩绘设计，象征高雄图书通阅车队在18号正式起航。借由车队的运送，让图书馆的书籍能互相交流，也将阅读的种子渗透高雄每个角落。能够多一本书，能够多一台车，能够多一份资源，他们在他们手上经过的书就多一本，在他们手上能够经过的书多一本，我们不一定会造成什么结果，我们不一定得知，但是我相信种下的种子，它必然会在我们社会上发光发热。在记者会上高举文化平权标语，现场的12辆书车全都来自民间的爱心捐赠。透过书车的运送，不但让图书馆的触角得以延伸，也让阅读能普及到偏乡。那个书就是像是一个不会讲话的老师啊，像我们要是要普遍化，因为书可以一个书的经典是我们要学习的，一句话就可以我们成长，就是认为是书籍是对教育是蛮重要的一环。高雄图书借阅率高，且每5本被借阅的书籍中就有1本是透过通阅取得。为了能让偏乡孩童也能借阅到想看的书籍，通阅书车爬山涉水，把书送到每个小孩手中，让文化平权能更加落实。我们即使是一个全国最大的一个5都6都，是我们全国最大的一个直辖市，但是我们的一个借阅是没有距离的哈。在民间的爱心支持下，高雄图书通阅车队顺利集结，持续推动阅读普及化，也缩短城乡差距。记者潘志光、苏玉文高雄报道。
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许曼珍，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再会。